OK， 咁你而家記唔記得就當時發生咗咩事？點解佢哋會追趕你？點解會出現咁多呢方面嘅問題嘅？你講一講。咁佢之前咧即係佢認為佢自己由細到大佢都去到有啲感覺喺度啦。由於同屋企人，首先係自己同屋企人講先啦有啲表達唔到，甚至乎係屋企人唔理解啦。咁導致到佢一邊細個 feel 到嘅時候，感受到嘅時候，亦都喺度驚。咁驚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會出現一種自我保護意識出嚟啦。即係元神會選擇去到跌啲咗，即係忘記咗呢一段嘢，去到保護自己。等自己冇去到過度於驚慌。咁但係後期咧，亦都會發覺佢瘋人退咗。咁佢嘅守護神咧，亦都同樣去幫手，因為佢俾我揾出嚟都係一個模糊嘅老人家嘅樣，去幫佢去到鎮定，幫佢去到隔住一啲唔好嘅嘢啦。佢亦都但係佢到佢嘅成年之後啦，亦都不斷，大概有到20歲左右時間，都不斷去到有呢種莫名其妙嘅感覺喺度。咁呢種莫名其妙嘅感覺出嚟嘅時候咧，令到佢自己多封印嗰個記憶啲驚嘅咧不斷鬆動。佢只會，但佢又唔知發生咩事喎。未封印前咧，佢仲知道話我自己 feel 到呢啲嘢，知道呢啲嘢。封印咗之後，有呢啲唔舒服嘅感覺、唔好嘅感覺咧，我唔知道發生咩事，佢更加之驚，反而會令到佢自己。咁到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咧，佢就亦都因為守護神咧，亦都幫佢頂得比較辛苦啦，比較痛苦呢樣嘢。不斷去到驚，咁亦都用其實蘇神用嘅力上面咧，後期用嘅力多數都係幫佢去到盡力去穩定呢個心神。咁耗盡之後咧，亦都係離開咗。咁離開咗之後，佢有一段時間就覺得冇咁驚啦。但係呢個力量都會消散。咁其實你嘅第一個守護神，跟住呢樣嘢佢係離開咗，佢有冇留低一粒種子或者留低任何嘅氣息喺嗰度進行守護啊？好嘅，師傅，我而家望見佢嘅胸口呢個位置啦，你認同胸口呢個位置係有一粒比較微弱發光嘅種子喺度。OK， 即係仲叫做有少少連接啦。OK， 好，最驚佢就冇連接嘅啫。